Just delay，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为蒙古信众传授佛法；西藏前政治犯郎吉向媒体介绍西藏境内的局势；藏人行政中央欢迎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批准西藏法案。司政边巴次仁在加拿大和美国展开访问。教育部长塔兰卓玛视察印度喜马偕尔邦境内的西藏学校。外交部长诺森卓玛出席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新书首发仪式。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旭真根康向荷兰人权大使介绍西藏局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蒙古国善师说法协会的祈请，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4月19号上午开始，为期2天，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讲授兜率百尊。数百名来自蒙古的信众以及达兰萨拉的僧俗藏人参加了法会。今天的法会在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的官方网页和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本台社交媒体页面上直播，敬请登录收看。另外，在2023年抵达印度的西藏前政治犯郎吉，于今天4月19号下午，在外交与新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加大了对藏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压迫，境内藏人正在遭受无止境的苦难。现年24岁的郎吉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曾遭中国当局的非法拘禁，在拘留所和监狱中遭受非法虐待和酷刑的悲惨经历，以及包括歧视和缺乏公平审判，并且在释放后由于持续监视而产生极度恐惧和焦虑等的情况。郎吉来自西藏安多阿坝县加洛镇白马拉塘，于2015年10月21号在阿坝县与他的表妹丹增卓玛一起高举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展开和平游行，而遭到中国当局的逮捕。在遭捕后，当局将他们拘留了1年多。在看守所期间，他们被狱警剥夺了食物，并遭到毒打。2016年11月，阿坝县人民法院在未经公正审判的情况下，判处他们3年有期徒刑。2018年10月21号，郎吉和丹增卓玛获释。此外，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经过审议后，于本周二4月16号批准了由国会2党提出的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藏人行政中央对美国参议院的此举表示欢迎。司政边巴次仁对此表示，这一法案获得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批准，标志着朝着反击中国对西藏历史的虚假叙述的步伐迈出的重要一步，并感谢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本卡丹和所有其他参议员的坚定支持。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郎杰曲柱博士向北美藏人协会的成员传达了这一好消息，并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对他们致力于寻求各州参议员的支持表示感谢，呼吁继续努力使这一法案最终在参议院的通过。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由美国国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和迈克尔·麦克尔提出，于今年2月15号在众议院以高票获得通过。在获得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批准后，该法案将在参议院进行审议。这项由美国国会2党提出的法案也被称为解决西藏问题法案，其内容重申了美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或民主选举的西藏领导人在无任何先决条件下直接进行对话的政策，以解决西藏与中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该法案旨在反击中国政府传播的有关西藏的虚假信息，其中包括对西藏历史文化和达赖喇嘛尊者等机构的虚假叙述。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4月15号开始，
在华盛顿特区展开访问。期间，司政积极与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期推动该法案最终在参议院的通过，并且在获得总统签字后，正式成为美国政府又一项涉藏法案。在司政边巴次人抵达波士顿后，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公开讲话，并与藏人青年进行了互动交流。另外，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塔兰卓玛于本周一4月15号开始视察印度喜马偕尔邦境内的西藏学校。截至目前，教育部长先后走访了西藏儿童村学校贡巴布分校、桑普扎西藏学校和中达日分校。塔兰卓玛部长在参访期间与该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召开了简短的会议，并参观了学校的教室和宿舍楼，以及对学校的基础设施进行了视察。塔兰卓玛部长在对学生的讲话中强调了保护和运用西藏珍贵的语言文字的重要性。部长还告诉学生们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在了解自己优势的同时改进自己的不足。他表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生们应该与老师坦诚交流，发挥他们的最大潜能。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于本周四4月18号出席了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新书首发仪式。据了解，该书收录了萨日高等藏语研究学院高级历史讲师藏楚多、西藏人民议会前议员索朗坚参、达赖喇嘛高等教育学院藏语讲师楞塔等学者撰写的有关西藏甘丹颇章政府的研究文章。诺增卓玛部长对参与该书编辑和研究的相关人员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并呼吁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增加此类举措。部长还强调，这些研究论文将会发挥关键作用，为各国研究人员提供事实内容，并让年轻一代的藏人了解他们失落已久的国家及其历史。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仁增曲真根康与日前会见了荷兰外交部人权大使、荷兰王国前驻华大使威姆格尔茨，并感谢格尔茨大使最近对西藏德格县的局势表达关切，以及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因行使基本权利而遭捕的藏人之举措。代表仁增曲真根康还向格尔茨大使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特别强调了中国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的蛮横干涉，以及强行将近百万西藏儿童送入国营寄宿制学校接受同化教育等情况。吉尔茨大使则重申了荷兰王国对西藏的持续支持，并告知代表仁增曲真根康，荷兰总理吕特在今年3月访华期间向中国总理李强提出了西藏问题。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